再入嚟影個。得未？得未？1、2、3。等等。你影啊。1、2、3。搞掂。等等。1、2。再嚟1、2。哇！細粒度啊！係啊。等等啊！阿文生你係咪啊？等我嚟啊！基本上係認唔到人嘅。我得你要埋你都埋啦。好，稍安勿躁啊！喂，上去啦。OK。啊，你都係啊，你都埋去啊！我想幫你揸。唔係啊，話嚟啊，係啊！我揸咪得。飛彈埋先。如果佢哋咧接唔到對方嘅波咧，佢哋咧就會做咧執波嗰個嘅啦。呢個波中㗎，呢個波中㗎啦。送㗎啦！一次飲翻啲球風範啊，球星風範啊！好，最後一樣嘢，阿師明哥帶我哋感恩啦，同埋交代